講到今日天氣同款是熱翕翕，台南玉井出現39度2，那新北市的三劍呢也有39度2。那這學者觀察講呢，暗時無一定會降溫哦。這台北市26，而且暗時的時陣，真濟所在又原是要到30度，講這是典型的熱帶亞特丁。那城市的小道正二線開，人也較高着線。公園裡的這個雙槓鐵棍呢，現在摸起來是非常的燙。現在呢，溫度是36度，體感42度。而這樣的高溫呢，到晚上是不一定會明顯下降。根據資料呢，內湖區凌晨1點呢是29度9，但其他時間都超過了30度。下晡2點日頭真大，阿嬤出門是全副武裝，無啊喙掩手攏總有。伊住佇內湖區和附近的厝邊，只來落外公園的樹仔較消涼。面對即馬這時這麼熱，暗時的溫度嘛有30度，伊講佫會減低，還未開始開冷氣。即馬也無。哦，啊，你袂講做熱哦？哦，有充電好啊。根據成大建築和氣候研究室的資料顯示，講過去大台北地區的高溫，大多數以盆地中的艋舺中正區為首，則擴大出去。禮拜話這半暝的溫度，天母樹林半暝2點的溫度攏高要到30度，顯示台北市半暝是持續高溫的警訊，呈現典型熱帶暝的特徵。規個城市都敢若是有夠大的自熱體，排熱是真困難。人為發熱還是持續過高哈，大家都回到家，所以會開空調，所以空調的這個人工廢熱哈，它就會比較高。陸地跟海洋的溫差會變得比較小，所以海風跟陸風哈都會變得比較微弱。林祖明教授指出講，若是半暝高溫的情形佫持續，對無法度開冷氣的是大人，厝頂的住戶含弱勢族群，更加會對因的健康造成負面的影響。環境部最近是大力宣導，講已經建置控高溫量色地圖，會當去佇網絡找全台灣要6000個會當銷量降溫補水的場所，其中世界攏有的超商嘛加入降溫的行列。都已經說明過了，然後他們也樂意去接受，然後也能夠歡迎這些沒有買東西的民眾進到他們的店裡面以後，我們才會把它放到這個 Cool Map 上面去。台北市半暝的高溫要30度，氣象署表示講，這是受到偏西南風和熱島效應的影響。過去幾年在親像這種環境之下，5月底有當時也會出現這種半暝的高溫。日北全台灣是持續小熱，上熱的同款是出現在台南玉井，有39.4度這麼高。新北市的三劍嘛起到39.2度，氣象署表示鋒面愈來愈活過來，拜五開始高溫會降落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